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1到7节，第10到第14节，以赛亚书第60章第1到第6节，以弗所书第3章第1到12节，马太福音第2章1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显现的主。再一次，我们如果看到有4段的经文，就表示这个日子就是教会节庆或是主日特别的日子就会有4段的经文。那今天是教会节庆里面的主显节。主显节对于改革中的信徒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教会节庆，特别是在对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基督徒里面呢，过去其实是很少被提及的啦哈。那牧师也是在牧会之后才开始用这个经文例作为个人灵修，以及讲到经文之后，才有更深入的了解。主显节其实在早期的教会传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庆。主显节的地位在当时候并不亚于圣诞节或是复活节。为什么呢？到底主显节是什么样的节日？为什么对于教会的传统那么的重要？特别是对于西方正教，我们所谓的天主教，或是所谓的东方正教，更是如此。主显节特别指的是耶稣基督被外邦人所看见。以圣诞节期的经文记载来看，这非常明显，其实就在指的东方的博士们。根据马太福音第2章的记载，东方博士来拜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基本上不应该是婴孩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章16节记载说，希律一下知道星象家是骗他的，非常生气，他就差人到伯利恒以及周围所有的这个男婴，从他对星象学家所知道的开始算起，2岁以下的都杀死。这经文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大概耶稣基督降生的2年之后，东方博士来拜他，因此希律王他就下令要杀掉2岁以下的男童。为什么？我们会问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错误的想法。因为呢，我们大部分在圣诞节的平安夜戏剧表演当中，通常就会把牧羊人的记载跟东方博士的记载一起来演出，然后最后大家在马槽的旁边皆大欢喜的演出这个戏剧当中的最后一幕。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呢，我们总是认为这个博士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来敬拜他了，但是我们没有去想到说，从东方来需要多长的时间，在时间上的次序是错的。主显节那一位在至高之处的上帝显现在人的面前，特别是向那一些不认识他的外邦人的面前来显现，透过启明星来显明，透过天使的启示，透过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的展现主同在的应许，从见不到的成为肉眼可见的肉身，从审判到赐下救恩，而且上帝说不愿一人沉沦。在再来的礼拜天，牧师还会将主显节的意义
写在周报的后面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接下来的焦点要放在主显节上帝的旨意。根据2个耶稣降生的记载，马太福音第2章、路加福音第1章、第2章的记载，耶稣的降生带给了黑暗中的人，带给那一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们。更重要的就是如同诗篇72篇的经文所教导的，经文这样说：上帝啊，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这样他就会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苦人。愿全国享受太平，愿全民共尝正义。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愿他救援贫乏无助的人，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这是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的，这是上帝的旨意。当然从第5节到第7节还有更重要的话，他说只要太阳照射，月亮发光，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愿君王像雨下在草原上，像甘霖滋润大地，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这一个诗篇被称为主显节的诗篇呢，在第4节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主显节的目的。经文这样说：他会愿君王用公平维护穷苦人，愿他救援贫乏无助的人，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这个是可以说是主显节的目的，福音的目的是上帝的救恩，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为君王祷告，期盼君王有上帝的公义，有上帝的慈悲怜悯，也愿意去分享上帝的爱，特别是给那些生活在困苦当中的人们。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诸王，那我们从马太福音跟诗篇第12篇来看，马太福音提到东方的博士，他们来自2河流域。那有人说他们是术士，有人说他们是博士，也有人说他们是当地的各族的王。诗篇72篇提到了这个他施和诸岛的王。那我们知道他施是西班牙，那诸岛是在讲地中海里面各族各国的王。接下去有示巴，就是现今的土耳其那边。西巴呢，就是来自尼罗河上游之处。对当时而言，全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范畴，从东方的2河流域到他施西班牙，北从这个土耳其到埃及，所有的君王都来敬拜主，追求上帝的智慧，并且以上帝的公义来款待人民。这正是福音的目的。如同所罗门王追求的智慧，他是要用上帝的智慧来统治国家，以上帝的方法来款待人民。12节也这样子再次的提到，因为这些穷苦的人呢，他会来救他们，穷苦没有依靠的人，他也会救他们。他怜悯穷困的疲乏的人，他会拯救困苦当中的人的性命，他会救他们脱离压迫强暴，他会看他们的生命作为宝贝。盼望在纪念主显节的时候，我们再次的被提醒，
特别是我们在圣诞节跟平安夜所领受的这样的意义。这个日子对基督徒而言，不应该是一个自我欢乐、喝酒宴乐、疯狂购物的日子，而是要去思想那些还在黑暗中需要关心还有爱的人们。我们必须要付出行动。我们一起来读72篇诗篇72篇第1到第7节，第10到第14节。上帝啊，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这样他就会以正义来治理你的子民，以公道对待压迫的穷苦人。愿全国享受太平，愿全民共尝正义，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愿他救援贫乏无助的人，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只要太阳照射，月亮发光，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愿君王像雨下的草原上，像甘霖滋润的大地。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在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第10节，他施和群岛的君王要向他贡献礼物，示巴和西巴的王也带来贡物，诸王要在他面前下拜，万国要服侍他。他救援向他呼求的穷人，他帮助贫穷无助的人，他怜悯软弱贫寒的人，他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救他们脱离压迫和强暴，他看他们的生命为宝贝。阿们，阿们。耶西的大儿子祷告结束。恳求上帝让我们明白耶稣显现的真正意义，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来行，成为上帝爱世人、帮助困苦黑暗中的人们之仆人。借着我们的生命见证实践，让人们在我们身上看到主的显现。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